好，我周鑫大哥跟嫂子他们俩一起把这个咱们以前拜的这个佛呢，真主之尊名。好，咱们现在做证言啊，我作证，除安拉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。我又作证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。好，开始，咱以真主的名义啊，奉普斯特慈真主之尊。好，打吧，好了，比斯密达。对，神仙把他打了。好了，来，我给你打。嫂子，你把着来。好了，给嫂子吧，给嫂子也打，嫂子。给嫂子，嫂子也来。大哥，你把着，给亲密点。嫂子慢点啊，慢点。把那头给它剁烂了就可以了。对，给亲密点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注意安全啊，给亲密点。剩下我给你剁就行了。嫂子，可以了，你把它剁到他头上就可以了。可以的，好了。好，嫂子，你为了得到真主的喜悦啊，对，好，恭喜嫂子啊，谢谢，感谢真主。